大家好，今次呢條片想同大家傾下點樣可以好好咁樣照顧自己嘅身心健康。唔知你又覺得自己嘅身心健唔健康呢？最近6月，我哋都到訪咗上水其中一條屋邨進行街展推廣，去宣傳照顧自己精神健康嘅重要性。而喺過程之中呢，都有好多嘅街坊分享咗佢哋調節情緒嘅唔同方法。照顧自己嘅身心健康呢，最主要有4大個部分，咁分別係身心社靈。接下來嘅時間，我哋都會逐一同大家分享嘅。首先係照顧自己嘅身體健康方面，街坊都有分享到適量嘅運動、均衡嘅飲食，仲有充足嘅休息呢，都係十分之重要嘅。特別係上水粉嶺區，其實都有唔同嘅地方好去處，好適合可以散下步啦、踩下單車啦，或者進行唔同嘅球類活動。例如我哋可以去北區公園嗰度散下步、散下心，望下藍天白雲，睇下花草樹木，或者做一啲簡單嘅伸展運動，甚或乎靜觀嘅練習，其實都可以係一件好療癒嘅事情。除此之外，我哋都不妨可以探索下北區嘅運動場啦，可以進行跑下步或者球類活動，甚或乎喺北區都有好多唔同踩單車嘅路線，可以發掘一啲令人身心舒暢嘅風景，都係一啲照顧自己身體健康嘅好方法。除咗做運動之外，飲食都對於我哋嘅健康好緊要。街坊朋友提到話，有時對自己好啲，善待自己，可以揀一啲自己中意食嘅食物，等心情都靚啲。另外，均衡飲食或者研究下養生之道，其實都係唔錯嘅選擇。接下來就去到照顧自己嘅心理健康啦。咁以下有3大個方向啦，分別係學習感恩、接納唔同嘅情緒，同埋享受 me time 嘅。喺平時忙碌嘅生活裏邊，我哋不妨可以放下腳步，慢慢咁感受生活中嘅一啲小確幸。例如可能係發現到身邊嘅夕陽啊、彩虹啊，甚或乎喺街上邊遇到嘅得意小動物，呢一啲都可以係微小但係開心嘅感恩事情。同埋街坊都有分享到，我哋可以一齊去學習接納自己有唔同嘅情緒，好似喊下其實都可以係一件好事嚟嘅。我哋可以照顧咗自己嘅感受啦，同埋背後嘅需要。喊唔代表唔好，而係每一個人都有唔同嘅情緒，而情緒都有唔同嘅功用。另外，我哋都可以嘗試去享受自己一個人獨處嘅 me time。當然啦，社交活動入邊，我哋都可以同家人啊、朋友相聚，去感受嗰份嘅熱鬧啦，同埋嗰份快樂。不過有時預留少少嘅時間俾自己一個人靜下、唞下、放鬆下，其實都係一個幾唔錯嘅選擇。去到社交健康方面啦，其實我哋都可以多啲同家人朋友保持聯繫啦，參加下唔同嘅活動，去培養自己中意嘅興趣，同埋學習去表達自己嘅感受同埋需要。最後去到照顧靈性健康嘅部分啦，喺北區呢，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山徑啦，或者公園啦，可以俾大家接觸大自然。除此之外，我哋都可以學習下點樣培養感恩同埋慈悲嘅心。有時間嘅時候，都不妨可以試下靜觀嘅練習，同埋預留時間俾自己可以做一啲嘅反思，去整理下自己生活上嘅感受啦、需要啦，同埋照顧下自己嘅狀態。講完點樣照顧身心社靈嘅健康，接下來就想同大家分享呢個安定嘅技巧。安定嘅技巧其實都有唔同嘅好處。簡單嚟講，佢可以提升我哋嘅自我覺察同埋情緒調節嘅能力，同埋都可以強化自己嘅身心連結，仲有安全感。今日就想同大家試下呢一個嘅五感練習。首先，邀請你可以揾一個舒服嘅地方安坐喺上面，可以感受下隻腳踩住地下嘅感覺，係唔係實淨嘅呢？定係有一啲浮下嘅呢？又可以感受一下張凳承載住你整個人嘅重量，容許自己自然咁呼吸，然後邀請你可以將注意力擺喺望到嘅嘢度，可以分享5個你呢一刻見到嘅東西。再落去就可以回憶一下依家4樣你可以觸摸到嘅東西。跟住我哋將注意力擺喺聽覺嗰度，
留意一下3個你依家可以聽得到嘅聲音。接下來再去到嗅覺，可以留意下2個依家你呢刻可以聞得到嘅味道。最後去到味覺，睇下呢一刻你又有冇邊樣味道係可以透過條脷感受得到嘅。呢一個簡短嘅5感練習都可以提醒我哋回到當下，提升自己嘅覺察能力，留意身邊嘅事物，俾自己可以返去此時此刻。最後都祝願咁多位可以喺每一個嘅當下都能夠同自己和平共處，平時好好咁照顧自己，身心健健康康。